由青年新政兩名立法會議員引發嘅宣誓風波，估唔到啦，結果搞到要由人大釋法收場。喺北京，全國人大常委會呢兩日審議釋法草案，議案聽日表決，幾乎可以肯定一定通過咁滯㗎啦。聽日啦，將會係回歸19年以嚟第5次嘅釋法。全國人大委員長主動要求就《基本法》第104條涉及立法會議員宣誓嘅條文釋法。今次釋法啦，無論係喺時機、法理上都引起爭議。基本法保障香港特區法院獨立審判、不受任何干擾嘅條文，會唔會淪為一紙空文呢？擾攘咗成個月嘅宣誓事件，會唔會隨住釋法而終止呢？我哋今日嘅題目呢，就係判前釋法，後患無窮，港獨無路，法治殆盡。今日呢，係有4位台上嘉賓。分別係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李柱銘，大家好；時事評論員劉銳紹，大家好，大家好；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教授宋小莊，大家都好。宋小莊亦都係全國港澳研究會成員啊。另外亦都有另一位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譚耀宗，係大家好。現場呢係仲有2間中學嘅同學喺度㗎，分別呢係嚟自陳樹渠紀念中學嘅同學，同埋聖士提反書院嘅同學。好，歡迎2間中學嘅同學啊！今日我哋講釋法。我哋今日呢原本呢係都有邀請到大律師公會主席譚韻芝啦、基本法研究中心主席胡漢清等等嘅朋友出席嘅，但係我哋最後都係嚟唔到啊！好啦，咁有2位草委喺度，咁不如先由2位草委開始先。我想先問一問譚耀宗啦嚇。其實今次釋法咧，可唔可以話其實即係簡單2個字咧，就係驚輸咧？係咪即係驚輸所以釋法咧？冇，人大常委點會話驚輸釋法咧？係咪？唔驚輸就唔使釋法啦。唔係咁樣講。你知道咧，喺基本法裏邊咧就講咗人大常委咧係有權去解釋基本法嘅，因為喺國家嘅規定嚟講咧，人大常委佢嘅所立嘅法例咧，佢係有權去解釋。咁呢個係佢嘅職責嚟嘅，係一個職權嚟嘅。另外呢，喺基本法第104條裏邊呢，對包括立法會議員在內呢，佢要求佢呢就職嘅時候呢，係需要依法去進行宣誓。呢個宣誓呢，就包括效忠呢個特別行政區同埋呢係必須要呢係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嘅。咁呢度呢係好清晰嘅喺嗰個基本法嘅條文裏邊呢都講得好清晰嘅。咁所以呢係有個要求喺度。咁但係而家睇嚟呢，喺過去2屆嘅立法會呢，有啲議員喺宣誓嘅過程裏邊呢，係做得非常之唔理想嘅，特別喺呢一屆呢，就更之然嗰2位姓梁姓游嗰2位呢，就好，我覺得佢係喺度挑戰緊一國兩制。好啊，我哋今日唔係討論個宣誓嘅嗰個內容啊，我哋講緊釋法。咁啊，釋法嘅時機又點樣呢？譚耀宗。釋法呢個時機呢，如果遇到特區政府可以提出要求釋法，法院可以提出要求釋法。而人大常委呢，亦都有呢個權可以主動去釋法嘅。咁呢個就睇個需要啦。今次係第一次，即係喺審下嘅時候，唔係特區政府，亦都唔係終審法院提請釋法喎。係香港一個案件審訊完咗，等候判決嘅時候，人大主動釋法喎。冇問題。亦都有啲呢法律界嘅人士呢表達呢就話：如果喺判決之前釋法，可能仲好啲。即係如果事必要釋法嘅話，咁亦都咧釋法之後呢，法院亦都可以按照人大常委釋法嘅內容去處理，去作出判決。咁所以我哋認為呢係基本法解釋權喺人大常委有呢個嘅解釋權嘅話呢，呢個已經係我哋香港法例嘅部分，所以就唔好將佢呢將人大嘅常委嘅釋法同我哋香港嘅司法咧係對立起嚟，唔好對立起嚟。嗰個時機問題，如果
釋咗法係咪等於判咗咧？咁法庭唔使判。釋法咧就係人大常委就住基本法邊個條文去作出一個解釋啊，咁啊令到咧公眾好各方面都好咧，對於相關條文有更加清楚嘅理解。咁所以喺呢個時候咧，亦都出咗咁多事情啊，中央亦都高度關注嘅情況底下，所以喺呢個時候咧係就住特別係104條係作出解釋，我覺得係合時嘅，係需要嘅嚇。李柱銘點樣回應咧？即係有啲説法就話好似梁愛詩都話咧，係如果終審嘅時候先釋法，到時推翻法庭個判決會更大震撼喎。咁而家有啲説法就認為而家釋就好過判完之後先釋喎。第一次釋法就係真係終審庭判完之後，佢哋至去釋法嘅。其實就係梁愛詩，因為佢嗰陣時係政務司司長，頭咧佢就係律政司司長，佢頭咧就揾嗰啲大律師咧，就要求終審庭咧係話俾佢聽要釋法嘅。咁就但係咧跟住嗰個週末咧就好多輿論係批評同埋抗議。咁佢跟住禮拜一個大律師咧就話俾終審庭個5個庭長聽咧，就話我哋唔要求釋法啦，你哋自己解釋得啦咁。後來解釋得咧，原來佢哋輸咗，政府輸咗，咁所以就再要咧人大釋法啦。所以就咁樣出嚟嘅。咁但係基本法呢個解釋權就用咗4次啦，而家第5次啦。第4次咧就佢話個剛果件案其實已經做啱咗㗎啦，就跟翻咧係基本法158條咁樣做㗎啦，就由終審庭咧提出嚟佢哋釋法嘅。咁本來係做好咗㗎啦，今次嚟咧我就覺得真係好離譜。你話係咪關唔關嗰兩個青年議員事咧？我覺得佢哋兩個所作所為，我哋都唔係好中意。但係咧，其實攞佢哋嚟做藉口嘅啫。個問題咧，佢係想一次過將有一類嘅案件咧，其實就唔俾法院審，想攞翻由佢判咗先，等你咧唔跟都唔得。嗱，其實我唔係淨係呢一次，我呢次我估到佢想做乜㗎啦。先一次咧，你記唔記得？就係佢哋想提名嘅時候已經搞出嚟啦，係咪？提名嘅時候咧已經確認書嘅問題，確認書嘅問題就話咧呢個權就交俾邊個咧？交俾嗰啲叫做選舉主任。選舉主任係公務員嚟嘅啫嘛，佢係想選舉主任就決定嗰啲候選人你有冇誠意，係咪真係擁護基本法？佢哋決定喎，唔係法庭決定喎。咁而家咧呢次咧就預備咧將呢個權交俾呢個立法會嗰個秘書長啦，因為佢係監誓嘅。咁將來又話佢決定你宣誓嘅時候你有冇誠意喎？冇誠意咧又冇得做啦，議員。其實佢係將呢啲問題咧就由人大常委呢次釋法之後咧，將來咧呢啲重要嘅案件咧，法庭根本冇得審啊！你去到佢嗰度咧，佢唯有跟住個解釋咁嚟判㗎嘛。咁所以咧已經係解決咗啲問題。其實就我認為好唔掂㗎，或者一陣有時候再講啦。我想問下兩位即係就住釋法嘅時機嘅問題，即係例如明報嘅社評都會話，其實頭先好似李柱銘提到確認書嗰件事啦。明報社評就認為其實喺立法會選舉提名前釋法咧，比起而家釋法咧係更加恰當添。即係而家咧係喺不對嘅時間做對的事，政治上都係失著。認唔認同咧？譚耀宗其實係咪如果真係要主動釋法嘅話，係咪早啲釋就好過而家喺司法覆核當中釋法咧？因為釋法呢個問題咧，喺香港嘅社會咧都有唔同嘅意見嚇，特別法律界嗰度有唔同嘅睇法。咁你喺邊個時候去釋法咧，可能都有人有唔同嘅睇法。但係我覺得咧，而家人大常委做緊呢個工作咧，我覺得係合適嘅。而且咧，你亦都睇到咧，嗰個影響咧係好嚴重嘅。時機合唔合適咧？我諗時機係合適嘅，都合適。因為你睇到咧，而家事實上咧，港獨呢個咁嘅衝擊咧，我諗係越嚟越明顯。亦都有啲人咧喺個立法會想利用立法會呢個平台去推動港獨嘅言行。咁所以我哋要撐呢個釋法。我哋要反港獨。如果我哋而家咧再喺度反對釋法嘅話，其實我哋某種程度你等於你喺度包庇緊港獨，助長咗港獨，呢個係好危險嘅。大家要好小心。港獨對於我哋真係百害啊！明白嘅，譚耀宗啊，今日唔係講港獨。我想問下另外兩位嘉賓，即係對釋法嘅時機點樣睇咧？例如劉銳紹。好，釋法時機係視乎政治需要。如果佢覺得政治有需要嘅時候嚟講咧，佢唔一定等人大常委會開會嘅。
即使係要程序上經過人大常委會，佢嘅做法上面同樣係可以透過常委會嘅特別會議，一樣可以做嘅。書面傳閱得唔得咧？所以咧嗰個時機係佢掌握嘅，佢點判斷準唔準確咧？佢有佢自己嘅一套諗法，但係公眾亦都有公眾嘅一套諗法，所以我覺得佢而家嗰個唔係因應嗰個時機啱唔啱，而係因應佢有冇需要，佢認為有需要做。好啦，講翻今次嗰個釋法，咁首先咧，我覺得咧，大家一定要睇成件咁複雜嘅事，要用條塊分割法，一條一塊分開佢。喺呢一點上邊係邊個道理多啲，邊個道理少啲咁樣。嗱，千祈唔好只重一點嚇，只重一點係解決唔到問題㗎。正因為咁嘅時候，係啦，正因為咁嘅時候咧，我諗第一樣嘢咧就係佢哋兩位議員所做嘅嘢咧，的確係受之以病，所以咧。我為咗清楚啲，我整咗一個民族自辱。咁呢個呢係我會係嚴厲批評嘅。但係官方係點呢？官方係呢個借勢而誓，即係借宣誓嚟責備而誓。嗱，呢一樣嘢呢，我覺得兩者都有自己檢討嘅需要。點解呢？如果官方而家呢一個咁樣嘅做法，係透過法律而達至佢嘅政治意圖，而唔理我可能佢去捉一啲所謂佢要捉嘅鬼，跟住成間屋都拆爛晒。喂，呢一啲呢係中國政治上邊經常會出現嘅問題。咁如果係咁呢，法律就成為咗一個政治目的嘅包裝啦。因為大家可以睇到佢今次呢係順帶將好多兩制嘅空間話俾大家聽，唔存在㗎。我想問下劉銳紹啊，其實2個星期之前咧都未傳出會釋法啊，就算一啲即係好似譚慧珠啊咁樣，佢哋都話嗰個階段就冇見到話有釋法嘅需要。點解喺2個禮拜之後突然間個形勢急轉直下咧？同10月底嘅6中全會有冇關係咧？我覺得冇關係，因為點解呢？喺2位議員嗰種嘅宣誓風波開始嘅時候呢，我已經透過我自己嘅採訪同埋其他嘅渠道呢，我已經聽到當時國內已經有人建議係趁呢個時候嚟釋法，嗰陣時已經有消息出嚟啦。咁跟住呢，就係6中全會基本上係管國內主要嘅事務嘅。咁當然裏邊佢認為國家領土安全完整係黨要傾嘅嘢。咁但係6中全會主要係解決佢哋裏邊嘅問題，而釋法呢一樣嘢呢，係因應香港佢哋認為係發展到一個佢哋要出手咁嘅時候。呢度我順帶提一句嘅，喺個宣誓風波出咗嚟之後呢，其實你估有冇人希望兩邊努力劃船過啊？有，包括建制派嘅朋友都有。咁兩邊個意見呢，就未必話係兩邊嘅秘密嘅交易，唔係咁。但係突然間有時間可以詳細講講。而家問題呢就係唔係有冇辦法解決嘅問題，而家係有冇善意去妥善解決問題。宋兆莊，我冇諗到咁複雜啊，係啊。咁樣咧就其實事情就係好簡單嘅。咁樣咧宣誓有個風波出嚟，跟住有一個司法覆核嘅案件，而家仲有幾個㗎，係咪？咁樣咧就人大常委會嘅釋法咧，無非係個時機啊，一個係判決之前，一個係判決之後嘅啫，係嘛？咁樣呢個衡量嗰啲利弊咧，就又好清楚嘅。咁樣咧就人大常委釋法咧就唔係判決嘅，即係對適用嘅法律界定清楚。咁樣呢個等法官有法可依，係嘛？咁樣咧就大家可以諗諗，到底係判決之前釋好咧，又話判決之後釋好咧？我覺得係之前係好嘅喎，好多人認為咧就判決之後釋法先好喎。咁樣呢個係好似唔係咁通嘅，兩者相比較，如果有得選擇，係之前釋法係好啲嘅。但係而家係咪即係為咗政治嘅原則而犧牲咗法治嘅程序咧？嗱，呢個程序佢依足嗰個香港基本法158條嘅程序嚟做嘅。當然咧就唔係學法律嘅人唔係好清楚嘅。咁樣譬如話咧，有啲人誤解咗，應該係委員長提出嚟嘅，其實係委員長會議提出嚟嘅。係呢個都呢啲細節唔緊要，但係咪為咗政治需要咧？嗱，咁樣咧就其實咧就從嗰個事情發生到釋法咧就有一段時間嘅。咁樣大家可以睇睇咧，因為香港嗰個現有嘅體制咧就冇辦法
糾正到或者解決到呢個問題，先需要人大常委釋法嘅。就譬如話咧，就係立法會可唔可以解決到呢個問題咧？主席應該有辦法解決到問題。譬如話咧，就政府可唔可以解決到問題咧？其實都可以喎。行政長官可以向立法會提出動議，要議員表決就可以解決咗啦。例如特區政府都提出其實今次係可以喺香港嘅司法體系裏面解決啦嚇。唔知兩位草委認唔認同？譚耀宗係政府曾經係咁樣提過，但係我覺得咧人大常委佢睇到香港發生嘅事情，佢覺得呢個時候要就基本法特別係104條要作出澄清嘅話，咁我覺得呢個係好嘅，而且我哋呢覺得呢基本法104條係一個好重要嘅好莊嚴嘅要求。咁但係現實上而家有啲問題譚耀宗你都需要進一步去澄清。即係你都認同其實喺香港嘅司法體系可以處理到，即係唔需要釋法啦。唔係咁講，雖然呢政府話係咁嘅，即係話司法體系裏邊都可以解決啦咁。但係我諗喺人大常委裏邊嗰個角度呢，佢有唔同嘅睇法。佢覺得有啲問題係需要進一步嘅澄清對香港社會穩定有利，對於咧壓抑嗰個港獨嗰度有利。咁所以你話係咪政治需要呢？咁呢個都喺政治上有需要。加上你睇到啦，法治唔係嗱，你呢個呢又將嗰啲事情呢係偷換咗啲概念將佢呢亂嚟一通所以呢，我覺得就係喺嗰個特別係唔係我講㗎嗱，我引用翻即係大公報嘅社評啊。大公報就話：本港司法系統係奉行普通法嘅，判決結果是否不符合政治大原則，不在考慮之列。咁就話即係擔心，如果今次咧係法院咧必然會依法辦事喎。咁如果人大主動釋法咧，香港嘅司法系統咧應該係覺得應該係人大係幫咗個大忙添咁樣喎。咁仲係因為咗政治而犧牲依法辦事？如果根據大公報嘅社評，我唔係話政治犧牲佢，而係我話呢，而家你睇到香港所出現嘅情況港獨呢個問題咁嚴重嘅話，亦都引起咗內地13億人民嘅關注。咁呢啲咪就係政治需要咯。另外呢，亦都睇到全球華人嗰個反應呢啲都係啲政治嘅問題。咁所以呢，我覺得人大常委因應呢啲情況去作出呢個釋法，我覺得係合情合理、適合嘅。港獨係一個藉口，香港人真係講獨立係口講咁個講啊，嗰把口講獨立，我唔完全唔覺得香港有呢個實力搞獨立，係咪？佢哋講啫嘛。如果你搞獨立咧，有乜理由入去呢個議會裏邊啊？你應該推翻呢個議會啊嘛，推翻個政府啊嘛。所以呢班所謂港獨嘅人咧，把口講嘅咋，佢唔係真係。不過咧，中共就攞咗呢個做藉口啦。嗱，就將咧呢個責任交晒俾呢兩個年青嘅議員身上邊啦。咁咧就因為話港獨喎，譚耀宗話港獨喎好緊要啊嘛，係咪國家嘅生存嘅問題啊嘛？大是大非啊嘛，咁咧就將呢啲個審判權咧。喺呢啲案件嘅審判權咧，就唔要俾法官判啦。因為其實梁愛詩講得好清楚㗎，佢話唔怕1萬啊，最怕萬一啊，就係驚啲法官唔識做啊。你真係判咗政府書嘅時候點搞啊？咁其實呢個問題咧，喺起初158嘅時候咧，我哋已經係拗咗好清楚㗎啦。嗰陣時已經拗咗好耐㗎啦。魯平就咁同我講，佢話有啲案件呢個法院判錯咗點啊？咁我話上訴咯。佢再上訴都錯點啊？我話你咪修改咯，你可以修改法律㗎嘛。而家嘅法律係好清楚㗎。如果任何議員啊，你選到都好啦。如果你拒絕或者忽略作呢啲宣誓咧，就可以因為就可以取消你嘅任務㗎，取消你嘅資格㗎。咁已經而家就係而家法庭審就審呢啲啫嘛。睇下呢兩個後生嘅議員所作所為係咪已經構成咗話拒絕或者忽略作呢個宣誓咧？如果係，咁咪冇咗個資格咯。點解唔係法庭判咧？係啦，即係其實本地嘅宣誓及聲明條例都有議員
因為宣誓未完成，可能會取消資格呢個問題已經係清晰咁講咗。不過咧，我想指出一點咧，最後都係法庭嘅判嘅，最後高院咧都會作出個裁決嘅。係當然高院都會裁決。咁所以咧，但係高院可能會根據釋法嘅決定去做。當然啦，因為呢個咧人大常委嗰個釋法係有一個約束力喺度嘅。好，我想問兩位其他嘉賓，就係我想問一問有啲説法就話今次釋法係代表中央覺得特區政府處理唔到港獨問題，係咪有啲咁嘅跡象睇到咧？阿劉銳紹，我難以代表中央去講嘢，因為我亦都唔知佢點諗。但係從個客觀效果嚟睇咧，大家可以睇到而家國內對香港政策總體係收緊，而且係越嚟越緊。尤其是喺政治問題上邊，點解呢？大家可以睇到啊，其實而家習近平上台之後呢，佢係希望各方面都嚟一個總集權。咁所以六中全會裏邊強調嘅核心，佢喺香港問題上邊呢，其實未必係關注咁多。但係如果有一點佢認為係觸動到佢哋嘅利益嘅話呢，而家所謂嘅港獨，咁於是呢，佢就會喺呢一點上邊呢係不斷向下壓，而壓港獨，佢哋嘅目標好清晰，但係與此同時係將其他兩制嘅空間，而家係講到明，譬如話三權分立啊、司法獨立啊等等咧，佢話俾你聽，基本上唔存在嘅。我想問一句咧，就係有份開會嘅基本法委員會劉乃強就話啦，中央俾咗香港好多次機會同時間處理港獨，但係遲遲未能做好，最終導致釋法。係咪咁樣啊？阿宋少莊認唔認同阿劉乃強咁講？呢個有部分事實嘅證據嘅。係咪？因為港獨唔係琴日，係咪？可能係幾個月之前就成立嗰啲民族黨啊嗰啲，然後喺補選嘅時候或者換屆嘅時候咧，都會有嗰啲港獨嘅口號提出嚟，有嗰啲行為提出嚟，要滲透到學校進行港獨嘅宣傳，要嗰啲後生仔咧，所謂接力係啦。係咪中央都不滿即係特區政府處理港獨不力咁樣咧？呢個咧就我唔知啊，因為我唔能夠話中央政府點樣睇。不過咧，只能夠講個香港發生嘅事實係嘛。如果問題咧就本地都可以解決得到咧，就唔需要中央釋法嘅。但係我哋都要明白呢個釋法嘅條文咧，104條嘅。104條咧就係涉及中央同香港特區關係嘅事務嚟嘅。呢度我想好簡單補充一句，而家出現嘅所謂港獨咧，問題有呢種思潮存在，關鍵亦都要睇下官方點處理。大家如果你睇下台獨一出現嘅時候嚟講咧，國內喺嗰方面咧基本上係好，我盯住你睇下點樣。所以長期以嚟咧，台獨喺台灣嘅任何調查裏邊啊，大致上係佔10%到嘅啫。但係江澤民一搞個反分裂國家法之後，佢哋嗰邊支持台獨或者唔反對台獨嘅，加埋有30%。好，唔該晒。當呢一個嘅內容，江澤民呢一點慢慢淡化嘅時候咧，嗰邊支持台獨嘅比例又下降嘅。好，所以呢個就係關鍵點處理。係遞至成上壇，我哋繼續講下釋法嘅問題。咁有報道咧就講咗一啲消息喎，就係釋法嘅框架，就話今次釋法咧會界定何謂依法宣誓，列出被視為不依法宣誓嘅具體表現。列明不依法宣誓嘅後果，例如喪失議員資格同埋確立監誓人嘅權力。我哋而家呢一個環節討論下呢個釋法嘅框架。我想先問下即係譚耀宗啊，有啲法律界嘅人士都話其實睇唔到104條裡面有啲咩釋法嘅空間㗎喎嚇。有啲人仲擔心會唔會可能釋法會解釋埋香港嘅法律咧？呢啲有冇咁嘅可能？你擔唔擔心？因為喺104條裏邊咧係個要求咧係好嚴格緊嘅。就要求係即係佢就職嘅時候就有需要做呢依法去進行呢個宣誓。但係我哋如果發覺咧我都講過，過去嗰兩屆咧都出現咗啲問題，今屆更加離譜啊，係嘛？咁所以喺咁嘅情勢底下咧，係清晰地去再闡述104條嗰個基本法嗰個含義咧係重要嘅。但係有咩釋法嘅空間咧？嗱，即係除咗效忠同擁護呢兩個字，我覺得可能可以解釋。嗱，你正話講嗰幾個都係一個主要嘅含義內容嚟㗎，係嘛？即係譬如你講到話司法宣誓，佢嗰個具體嘅含義係點樣呢？點樣嘅依法宣誓呢？同埋佢如果唔依法宣誓，有啲咩後果呢？又點為之
佢嗰個唔依法宣誓嗰個形式我正就想咁我呢啲我覺得都係重點嚟嘅。不依法宣誓嘅後果嘅條文本身冇嘅喎，咁點解釋咧？咁因為佢個要求咁嚴格，要求你係要依法宣誓啊嘛。如果你求咁而家你好似解釋而家咁又叫依法宣誓，一定係唔可以。咁你可以解釋點為之依法宣誓咯，但係不依法宣誓嘅後果咧係條條文冇嘅喎，咁點解釋咧？咁香港嘅法例有嘅，但係喺呢度咧，如果能夠全面地有一個清楚嘅解釋，我覺得對香港未來咧係重要嘅，令到大家更有一個依循喺度。好，李柱銘覺得咧？其實咧，你頭先講嗰4樣嘢咧，最緊要就喺尾嗰度，就係話咧確立監誓人個權力。我頭先話啦，監誓人就係嗰個 clerk 嚟嘅啫嘛，個秘書嘅啫嘛，秘書長雖然好高人工嘅秘書長啦秘書長咁但係佢咧將來就一定係共產黨員㗎啦。我同你賭筆都得，而家呢個唔知咁咧，其實就係咁樣，就等佢決定喎。你係咪真心係擁護喎？由佢決定喎。嗱，咁將來佢話我睇完之後，我覺得你唔係真心，咁你就做唔到議員㗎咯喎。咁陳美忠頭先話，都去到最收尾都係法庭，法庭咪跟住呢個解釋去咯。咁佢話法庭佢解釋嘅時候，佢會話嗱，如果你喺度玩嘢咧，就唔係真心啦，唔係真心咧就可以取消你嘅資格啦，咁咯。咁咪邊個取消資格啦？秘書長咯。你喺法庭都冇用㗎。嗱，其實而家法庭已經頭先我已經講咗啦嘛。你邊個唔宣誓咧？唔跟住呢個宣誓咧，就係已經取消你個任務就係㗎啦嘛。已經係嘛？已經喺度。如果你有仲要具體啲嘅得唔得咧？得，你咪用我哋個本地呢個立法。呢個咧就係叫做宣誓及聲明條例，咪修改咯。不過而家有一個怪嘅現象咧，就係正話講嘅就係而家宣誓咧由立法會秘書長去做監誓，咁而立法會秘書長佢話我冇權㗎，我唔可以話咩㗎，我只係睇住佢哋去監誓。咁而呢，我哋睇翻轉頭，其實喺立法會議員宣誓嘅時候，第一屆咧係由行政長官嘅因為佢係特區之首由佢去監誓嘅。咁本來咧，如果立法會主席都仲話合理啲，但係由個秘書長咧，我覺得呢個咧真係大家都覺得點解會咁樣咧？個秘書長點有呢個權力咧？咁所以如果呢個問題能夠明確落嚟解決得好啲，我諗係重要嘅。但係不依法宣誓嘅後果，其實本地法例已經有㗎咯。有，但係如果能夠呢次釋法嘅時候更加全面地講清楚，我覺得係有好處嘅。咁咪即係解釋埋香港嘅法律咯，咪就係。目的就係因為呢個係基本法104條嘅要求，佢點樣喺呢個內容裏邊就話點樣為之依法，點樣為之法？咁你每次釋法都係將嗰個有關嘅條文講翻佢嗰個立法原意，講翻個要求點樣一回事。但係我就係話個原文冇講過。因為基本法個條文係原則性嘅，原則性嘅，所以你唔可以話佢個解釋嘅時候咧，就係一定係叫加啲新嘢落去。因為個條文只係定咗啲原則性嘅嘢，當佢釋法嘅時候，梗要佢更加要詳細一啲去講。當陣時嘅立法原意係點？個要求應該係點？好，劉銳紹講到立法原意呢，我係好有感觸嘅。雖然當時兩位都係草委喺體制內，不過我當時都喺北京，我亦都喺半個體制內。我當時亦都有參與其中一啲即係聽傳達等等嘅時候咧，當時有一句説話可以解釋今時今日嘅現狀啊！當時係港澳辦副主任李后同我講嘅，佢就話起草基本法嘅時候，中央有一個精神叫做宜鬆不宜緊。點解呢？我話喂，好多法律有啲嘢清清楚楚寫得好嘅喎。佢話老鄧講嘅，佢話宜鬆不宜緊，主要係點啊？係如果發生有需要解釋嘅時候，留有較大嘅空間俾官方解釋。嗱，呢個就係原意啦。嗱，所以呢一句説話咧，到今時今日，我諗佢哋係視為機密嚟嘅。咁你可能泄露國家機密㗎咯喎。佢冇將佢 classify 成為機密咁所以嚟講咧，而家大家可以睇下，正因為咁樣慢慢咧係利用到而家去解釋嘅時候，嗰陣時寫得鬆，而家佢就按佢嘅需要嚟去賦予佢新嘅含義啊嘛，呢個咪就係人治色彩咯。好啊，劉銳紹話人治色彩喎。嗱，我咧宋小莊係咪咁認？想解得翻咧，就104條咧，係咪有釋法嘅空間？
咁啊，我覺得係有嘅。除咗依法宣誓之外啊，我舉例，在職就職時就需要釋法嘅，因為咧就宣誓係唔係就職嘅前提條件咧？抑或可以就職之後再宣誓咧？呢個社會上有爭論嘅，包括好條例裏邊係就職時係 OK 好係咪？咁係啦，咁樣咧再講呢個依法係咪先？依法咧就發生咩事咧？頭先話呢個釋法同影響本地條例嘅問題。咁本地條例咧就有兩種可能性，一個係符合基本法，一種不符合基本法嘅，係咪？咁而家見到邊條不符合咧？有冇？咁樣咧就譬如話咧，佢唔清楚，需要解釋清楚。唔清楚都有咩唔清楚咧？而家本地法例，譬如話本地條例咧就唔清楚，譬如話立法會條例第13條就係話咧，刊憲之後過幾日你唔反對做議員就係議員啦，然後出糧啦。咁樣呢個係咪未宣誓都可以就職咧？咁樣呢個需要解釋清楚㗎。咁呢啲喺本地咪可以處理咯？咁樣本地係咪而家處理得好好咧？係嘛？如果處理得唔好咧，係咪需要修改咧？我想問下宋兆莊，咁例如就住頭先講嗰個消息指嘅法律框架第3、第4項咧，不依法宣誓嘅後果同監誓人嘅權力，呢啲喺原本104條都冇㗎噃。嗱咁樣呢個係我學法律嘅，咁樣法律咧就依法係咁樣，憲法通常咧就會從正面嚟闡述嘅，咁樣咧就不依法嘅後果咧好多時咧就唔講嘅，咁樣如果需要嘅時候先講嘅。呢個我引用你嘅同事啊，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北大法學院教授陳端雄話：釋法不是重新立法，不創設新嘅法律規範。依法同埋不依法，即係好似任命同埋不任命，呢個係一對嘢。咁你呢個不宣誓嘅後果咪新嘅規範咯？嗱，呢個咧就法律嘅尊嚴就係依法，你唔依法咧一定有一個承擔嘅後果嘛。呢個係必然嘅邏輯。法例咪有咯？嗱，呢個咧就好多嘅國家嘅法律就咁樣規定嘅。譬如話咧就基本法都係規定咗任命權，但係冇規定不任命權，但係係咪唔可以咧？好，李柱銘簡單。呢度104話明係依法宣誓，嗰個法就一定係本地法㗎啦。咁本地已經有法律啦，清清楚楚，唔清楚咪修改咯。所以佢而家其實咁樣做呢，係一方面呢就將個法庭個權攞走咗，最重要嗰啲嘢佢同你判咗先，寫咗落嚟先，以後你跟住判啦啊！立法權都攞埋，即係你啲敏感嘅嘢呢，你唔使立法㗎，佢同你搞埋。行政權就不嬲都攞咗啦，西環已經喺度執政啦，係咪？咁啊即係行政、立法、司法嗰啲做埋㗎啦。呢個一國兩制呢，就係咁㗎啦，而家。好，唔該，李柱銘，我哋交俾台下先，先交俾同學發言好唔好啊？我哋請陳樹渠紀念中學嘅同學，麻煩工作人員俾支咪呢位男同學先。大家好，大家好，我係陳樹渠紀念中學嘅中五學生。我今日嘅問題就係、以往嘅人大釋法都係由香港主動提出嘅。咁今次人大唔係每次都係嘅。咁今次人大主動釋法會唔會影響到一國兩制呢？多謝。可唔可以重複多一次啊？你個問題聽唔到。以往人大釋法都係由香港主動提出。咁今次人大主動釋法會唔會影響到一國兩制呢？好，今次其實係第2次啊！人大主動釋法係咪另外隔離嗰位女同學都想發言？我想問嘅問題係喺人大未喺本港嘅法院之前釋法咧，判決之前主動提出釋法咧，係咪會間接影響到法院嘅裁判咧？咁係咪會削弱到本港嘅司法制度嘅權力同埋獨立性咧？多謝。好，跟住我交俾聖士提反書院嘅同學。講下嚟。咁我想問下之前喺黃毓民宣誓嗰陣時，佢都講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嗰陣時 cut， 咁但係點解而家遊梁事件，佢又唔俾佢哋宣誓呢？因為佢淨係講咗2個字，點解又唔可以宣誓呢？我唔明喎，仲要釋法喎而家。好，同學有啲疑問啊。好，我到呢個保衛香港運動嘅傅振中。今次釋法咧係刮咗香港嘅司法機構同埋監管機構一巴嘅，因為過往佢哋搞港獨咧，執法部門都唔可以用個香港法例過佢哋，就算喺違法佔中啊、
拉咗嗰啲犯罪分子上法庭，啲法官都輕判，其實令到我哋香港人非常之憤怒。而國家見到而家有人搞分裂國家，提出港獨，而我哋嘅執法部門亦都冇去執法。咁其實而家人大釋法，只不過係將中國國家睇到嘅香港問題，再一次話翻晒俾我哋香港人聽，要去處理。好，亦都係警告香港嘅司法機構同埋執法部門要嚴正執法啦。哇！警告喎，咁嚴重啊！好，跟住好交俾維園衝鋒。大家好，我係維園衝鋒嘅大陸專啊。嗰個人大釋法即係釋基本法咧，喺北京係黑箱作業啦。梁振英啊放聲氣話被褫奪咗個議席咧就會懸空，即係話咧基本法產生之前，香港行之有數嘅法律咧，而家人大咧就去釋法啦，仲唔係摧毀香港呢一仔？多謝大家。好，唔該，我哋休息一陣，翻嚟咧繼續台下發言啦。歡迎翻嚟最後一節城市論壇咧，繼續交俾台下發言，交俾前面着黑色衫呢位女士。主持同埋台上嘅嘉賓，你哋好。咁就住頭先講嘅釋法空間問題呢，其實喺香港已經有一個清晰嘅條文去講緊去點樣去進行呢個宣誓。我哋香港本地有宣誓及聲明條例，啱啱好似頭先譚耀宗先生講話，要由中央去全面咁樣解釋一次俾我哋香港人聽，其實就係將中央政治嘅意思放喺我哋香港嘅司法制度身上。另外，由邊一個去釋法，亦都係一個需要討論嘅議題。基本法第158條寫明，釋法係由終審法院去向中央人民政府提請。但係我哋而家呢個釋法就係將政治嘅行動凌駕喺法庭嘅權利身上。我哋唔係講緊話呢個宣誓或者我哋大家口中講嘅港獨問題，但係我哋點解唔俾法庭獨立去做呢個判決先呢？好，唔該，交俾隔離戴帽呢位先生。係人大釋法呢個權力呢係基本法第158條賦予嘅，係香港法治嘅一部分，唔可以講釋法破壞法治，因為前4次釋法都冇破壞香港法治啊嘛。港獨泛濫勢必影響議會運作，破壞社會穩定，更加危害國家安全。正視呢個問題，如果唔正視呢個問題，將永無寧日。游梁嘅行為已經違反憲法、基本法同埋香港法例，咁呢就中央而家主動釋法，呢個係非常及時同埋非常必要。好，唔該，好，跟住咧交俾戴帽呢位女士。利用今次梁游假獨立呢個議題啊，係冇經過基本法附例3喺冇經過基本法附例3啊，就將呢個內地嘅法律啊，套用喺我哋香港嘅呢個缺口啊！你哋呢咁嘅，真係好可恥啊！我哋香港最珍貴嘅就係法治、三權分立，就係俾你哋呢啲咁嘅人啊，搞到乜都冇啊！好，唔該晒，交俾前面戴眼鏡呢位先生。曾卓文呼籲向國際機構投訴人大釋法3違反。第一，違反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25、26條，任何人不應因其政治見解而受到歧視。第二，違反中英聯合聲明，香港司法獨立有終審權。第三，違反基本法158條規定，人大釋法要由終審庭提出。中國實行大陸法，香港實行普通法，人大並非司法機構，焉能解釋香港嘅基本法呢？好，唔該，跟住交俾後面戴眼鏡呢位先生。係，我想講一講咧基本法基本係咪呢度啊？係基本法第158條咧修訂同埋呢個解釋基本法嘅時候咧，人大係需要諮詢香港區嘅基本法委員會嘅。係有嘅。咁但係個問題就係話譚慧珠早2日上去嘅時候都仲未話唔知個內容係乜嘢。咁樣佢可能知道唔講啫。嗱，個問題就係咁樣啦。咁有冇尊重到香港人呢？同埋呢個基本法委員會其實5年需要換屆一次嘅。咁但係我哋香港人知唔知道幾時換咗屆？其實佢哋有冇咁嘅權嘅呢？同埋諮詢一啲冇民意基礎嘅人，其實我尊唔尊重翻我哋香港呢？其實我希望捍衛真正嘅一國兩制，反對粗暴釋法。好，唔該。跟住搭綠色衫呢位年輕朋友。主持你好，各位嘉賓你哋好。反對釋法嘅會被視為不忠，支持釋法嘅南位張老先生日理萬機，仲要話香港嘅是廢心，會被視為不孝。
今次無論支唔支持釋法，香港人在所難免都會落入一個不忠不孝嘅境地裏邊。其實好多人一早已經預示到今日嘅釋法，所以我早喺2個星期之前已經建議郭榮鏗動議 DQ 梁游兩位，無奈佢冇聽我哋嘅意見，導致今日嘅局面。到咗今日最理想嘅辦法只有一個，就係梁游自動辭職。但係呢2個人仲靠唔靠得住呢？好，唔該。跟住咧係公民黨陳宇明。公民黨陳宇明，我想講一個好簡單嘅邏輯，就係我想問下譚耀宗，其實你對基本法第104條其實係咪唔理解，需要人哋解釋嘅咧？因為其實呢個係好簡單邏輯嚟，係我哋唔明白嘅，我哋先需要人解釋。而家人大做嘅嘢就係僭建基本法，將一啲唔存在嘅法律加諸我哋基本法，加諸喺香港法例身上。我覺得如果你需要 DQ 梁游兩位議員，大可以經過立法會3分之2議員嘅通過，可以做呢樣嘢嘅。可唔可以保衞我哋香港法治，唔好再搞人大釋法呢啲咁嘅嘢咧？多謝。好，唔該。跟住白色衫呢位女士。大家好。咁今次咧，梁游呢件事咧，唔係話係罷免佢議員嘅問題啊，係佢嘅思想係想分裂我哋中國同香港，係好危害我哋國家嘅安全噶嘛。咁所以香港又係中國不可分割嘅一部分。咁人大釋法有咩問題咧？你嘈乜嘢啊？唔中意香港咪移民離開香港咯？搞咩咧？好啦，跟住係聖士提反書院一位同學都想發言啊。我想補充翻我同學講過嘢啊。黃毓民自己講過中華人民香港，佢今日最後都可以重新宣誓，最後都做咗立法會議員。咁不過今次梁游再講咗啲嘢，可能佢都可以視為辱國辱港。不過最後依家又搞個釋法，點解咧？其實好明顯啦，政治行動。佢係搞港獨，黃毓民冇搞港獨啊嘛。咁如果共產黨真係咁驚港獨要搞個釋法嘅話，咁其實佢根本冇咗一國兩制嘅喎。好，唔該。跟住係交俾後面戴眼鏡嘅年輕朋友。頭先有朋友提過話，所有嘅釋法應該係由終審法院去提出㗎嘛。其實兩位起草嘅朋友咧，起草基本法嘅朋友，知唔知點解要咁樣寫啊？係因為中央政府係喺呢個高度自治同埋尊重司法獨立嘅原則之下，所以先唔會寫由全國政協委員、全國人大去主動釋法，所以先會寫係終審法院去主動提請咯，就希望唔會干預香港嘅高度自治同埋司法獨立。另外，我想同建制派講，你哋太天真啦！你哋以為一條釋法就可以冚低我哋年輕人嘅不滿咩？唔會，反而係加重我哋對你哋政府同埋建制派嘅不滿。好，跟住係後面戴眼鏡呢位女士啊。全世界同埋全球華人都知道共產黨係中國最冇法治嘅地方。佢最冇法治嘅地方係有咩可以講呢？佢可以強姦你又得，可以拉你又得㗎啦。強姦都犯法嘅喺內地。好，跟住係黑色帽光復論壇。喂，其實咧，basic law 個悲咧真係悲情個悲啦，而家變咗。咁我想講嘅就係話，你哋成日以為用高壓手法強行去釋法就可以打壓到什麼港獨啊嗰啲言論咩？喂，你可以打壓，你可以殺咗啲人添，但係你殺唔到人心啊嘛！阿譚耀宗，你哋民建聯嘅人咪就係咁咯，成日講特別行政區就唔講香港，你又係咁，黃定光又係咁。喂，喺你哋眼中，從來都冇尊重過香港人。好啊！我哋時間得翻少少時間啦，交俾台上幾位可以回應下台下，尤其有啲人都話其實今次釋法都唔會影響，唔會壓抑到港獨喎。幾位點睇咧？最後總結。劉銳紹，我嘗試啦，好快脆嚇。先補充一句，我正話講李後講嘅宜鬆不宜緊呢。第一，佢冇乜嘢嘅咩國家機密，而且呢一個信息咧係曾經公開報導過嘅。嗱，所以首先澄清一樣。跟住第二樣嘢咧，大家可以睇到嘅就係而家無論點都好，未來個碰撞咧已經係不可避免啦。因為我正話所講嘅兩邊嘗試去協調嘅，結果而家都冇效果。呢度其實係説明一個問題，就係而家香港面對嘅問題係一種封建皇朝嘅管治意識思維，同現代化社會民主需要嘅碰撞。呢個先至係新問題。唔該啊。如果單單狹隘嘅民族主義，只會累死人。好，另外3位。不過我覺得啊，劉銳紹咧，你好小心，你唔好再繼續喺度助長佢哋嗰種港獨嘅思潮，認為咧好似冇問題啊呢啲咁樣。我有啲觀眾講到咧158條，我想指出咧，佢人大常委係有權去釋法啊，法院可以提出，特區政府可以提出。人大常委亦都可以主動提出，呢個係符合基本法嘅。另外咧，有啲人講到最好梁游兩個辭職，乜事都冇啦。
如果佢哋肯認錯都好啦，但係你睇下佢係變本加厲啊，仲走去台灣同台獨結合埋一齊。你話呢種嘅情況，中央點解唔關注呢？呢個港獨係影響一國兩制，係衝擊一國兩制，我哋要保護一國兩制啊！好，唔該，譚耀宗啊，宋小莊。我想解釋翻咧就普通法同基本法之間嘅關係。好多朋友咧就以為咧香港實行普通法就唔要基本法，唔應該需要嗰啲譬如立法解釋嗰啲嘢，唔係嘅。根據基本法本身嘅規定咧，就基本法係在上嘅，叫做上面嘅法律嚟嘅。普通法咧係下邊嘅法律嘅，下邊嘅法律咧就唔可以抵觸上面嘅法律。大家可以睇睇基本法嘅第8條，係咪？所以咧就唔係有普通法規定就唔可以有基本法，啱啱係相反嘅。好，唔該，宋小莊。好，最後李柱銘。如果唔想港獨咧，就唔係釋法，就炒咗港獨之父梁振英，唔好俾佢再做下一任。第二，就真正落實一國兩制，俾香港民主，咁就冇人搞港獨啦。好啦，咁啊，今日我哋探討釋法嘅問題好複雜啊，唔係有咁多時間可以俾台上嘉賓可以講到即係啲好深入嘅理據。我建議大家可以睇睇李國能前首席法官李國能呢喺一個判詞啊，係關於人大釋法嘅，大家可以再參考。今日呢係仲有唔同各方勢力嘅朋友呢，係都會有遊行啊，包括有支持釋法、有反對釋法嘅朋友呢，都會喺今日晏晝遊行。星期二晏晝呢，法律界呢會發起黑衣靜默遊行啊，咁啊大家都可以繼續關注。咁啊當然都要關注聽朝10點啊，全國人大常委辦公廳喺北京舉行嘅新聞發佈會。咁睇下呢釋法嘅內容係點樣樣啦。好啦，我哋聽日我哋下星期日城市論壇再見，拜拜。由青年新政2名立法會議員引發嘅宣誓風波，估唔到啦，結果搞到要由人大釋法收場。喺北京，全國人大常委會呢2日審議釋法草案，議案聽日表決，幾乎咧可以肯定一定通過咁滯㗎啦。聽日啦，將會係回歸19年以嚟第5次嘅釋法。全國人大委員長主動要求就基本法第104條涉及立法會議員宣誓嘅條文釋法。今次釋法啦，無論係喺時機、法理上都引起爭議。基本法保障香港特區法院獨立審判不受任何干擾嘅條文，會唔會淪為一紙空文呢？擾攘咗成個月嘅宣誓事件，會唔會隨住釋法而終止呢？我哋今日嘅題目呢，就係判前釋法，後患無窮，港獨無路，法治殆盡。我哋今日呢係有4位台上嘉賓，分別係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李柱銘。大家好，時事評論員劉銳紹。大家好，大家好。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教授宋小莊。大家都好。宋小莊亦都係全國港澳研究會成員咯。另外亦都有另一位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譚耀宗。係，大家好。現場呢係仲有2間中學嘅同學喺度㗎，分別呢係嚟自陳樹渠紀念中學嘅同學，同埋聖士提反書院嘅同學。我歡迎2間中學嘅同學啊！今日我哋講釋法我哋今日咧原本咧係都有邀請到大律師公會主席譚允芝啦、基本法研究中心主席胡漢清等等嘅朋友出席嘅，但係我哋最後都係嚟唔到啊！好啦，咁啊有2位草委喺度，咁啊不如先由2位草委開始先。我想先問一問譚耀宗啦嚇。其實今次釋法咧，可唔可以話其實即係簡單2個字咧，就係驚輸咧？係咪即係驚輸所以釋法咧？冇。人大常委點會話驚輸釋法咧？係咪？唔驚輸就唔使釋法啦。唔係咁樣講。你知道呢，喺基本法裏邊呢，就講咗人大常委呢係有權去解釋基本法嘅，因為喺國家嘅規定嚟講呢，人大常委佢嘅所立嘅法例呢，佢係有權去解釋。咁呢個係佢嘅職責嚟嘅，係一個職權嚟嘅。另外呢，喺基本法第104條裏邊呢，對包括立法會議員在內咧，佢要求佢咧就職嘅時候咧係需要依法去進行宣誓。呢個宣誓咧就包括效忠呢個特別行政區同呢個
同埋呢係必須要呢係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嘅。咁呢度呢係好清晰嘅喺嗰個基本法嘅條文裏邊呢都講得好清晰嘅。咁所以呢係有個要求喺度。咁但係而家睇嚟呢，喺過去2屆嘅立法會呢，有啲議員喺宣誓嘅過程裏邊呢係做得非常之唔理想嘅。特別喺呢一屆呢，就更之然嗰兩位姓梁姓游嗰兩位呢，就好，我覺得佢係喺度挑戰緊一國兩制。好啊，我哋今日唔係討論個宣誓嘅嗰個內容啊，我哋講緊釋法。咁啊，釋法嘅時機又點樣樣呢？阿譚耀宗嗱，釋法呢個時機呢，如果遇到特區政府可以提出要求釋法，法院可以提出要求釋法，而人大常委呢亦都有呢個權可以主動去釋法嘅。咁呢個就睇佢需要啦。即係喺審下嘅時候，唔係特區政府，亦都唔係終審法院提請釋法喎。係香港一個案件審訊完咗，等候判決嘅時候，人大主動釋法喎。冇問題，亦都有啲呢法律界嘅人士呢表達呢就話：如果喺判決之前釋法，可能仲好啲。即係如果事必要釋法嘅話，咁亦都呢釋法之後呢。法院亦都可以按照人大常委釋法嘅內容去處理，去作出判決。咁所以我哋認為呢係基本法解釋權喺人大常委有呢個嘅解釋權嘅話呢，呢個已經係我哋香港法律嘅部分，所以就唔好將佢呢將人大嘅常委嘅釋法同我哋香港嘅司法咧係對立起嚟，唔好對立起嚟。嗰個時機問題，個時機問題。如果釋咗法係咪等於判咗咧？咁法庭唔使判。釋法咧就係人大常委就住基本法邊個條文去作出一個解釋咁令到咧公眾好各方面都好咧，對於相關條文有更加清楚嘅理解。咁所以喺呢個時候咧，亦都出咗咁多事情中央亦都高度關注嘅情況底下，所以喺呢個時候呢，係就住特別係104條係作出解釋，我覺得係合時嘅，係需要嘅李柱銘點樣回應呢？即係有啲説法就話好似梁愛詩都話呢，係如果終審嘅時候先釋法，到時推翻法庭個判決會更大震撼喎。咁而家有啲説法就認為而家釋就好過判完之後先釋喎。第一次釋法就係真係終審庭判完之後，佢哋至去釋法嘅。其實就係梁愛詩，因為佢嗰陣時係政務司司長，頭咧佢就係律政司司長，佢頭咧就揾嗰啲大律師咧，就要求終審庭咧係話俾佢聽要釋法嘅。咁就但係咧跟住嗰個週末咧就好多輿論係批評同埋抗議。咁佢跟住禮拜一個大律師咧就話俾終審庭個5個庭長聽咧就話：我哋唔要求釋法啦，你哋自己解釋得啦咁。後來解釋得咧，原來佢哋輸咗，政府輸咗，咁所以就再要咧人大釋法啦。所以就咁樣出嚟嘅。咁但係基本法呢個解釋權就用咗4次啦，而家第5次啦。第4次咧就佢話個剛果嗰件案其實已經做啱咗㗎啦，就跟翻呢係基本法158條咁樣做㗎啦。就由終審庭咧提出嚟，佢哋釋法嘅。咁本來係做好咗嘅，今次嚟呢，我就覺得真係好離譜。你話係咪關唔關嗰兩個青年議員事呢？我覺得佢哋兩個所作所為，我哋都唔係好中意。但係呢，其實攞佢哋嚟做藉口嘅啫。個問題呢，佢係想一次過將有一類嘅案件呢，其實就唔俾法院審，想攞翻由佢判咗先，等你呢唔跟都唔得。嗱，其實我唔係淨係呢一次，我呢次我估到佢想做乜㗎啦。先一次呢，你記唔記得？就係佢哋想提名嘅時候已經搞出嚟啦，係咪？提名嘅時候呢，已經確認書嘅問題，就話呢個權就交俾邊個呢？交俾嗰啲叫做選舉主任。選舉主任係公務員嚟嘅啫嘛，佢係想選舉主任就決定嗰啲候選人你有冇誠意，係咪真係擁護基本法？佢哋決定喎，唔係法庭決定喎。咁而家呢？呢次呢，就預備呢將呢個權交俾呢個立法會嗰個秘書長啦，因為佢係監誓嘅。咁將來又話佢決定你宣誓嘅時候，你有冇誠意喎？冇誠意呢，又冇得做啦，議員。其實佢係將呢啲問題呢，就由
人大常委呢次釋法之後呢，將來呢呢啲重要嘅案件呢，好啊，係嘛？咁所以喺咁嘅情勢底下呢，係清晰地去再闡述104條嗰個基本法嗰個含義呢係重要嘅。但係有咩釋法嘅空間呢？嗱，即係除咗效忠同擁護呢兩個字，我覺得可能可以解釋。嗱，你正話講嗰幾個都係一個咁主要嘅含義內容嚟㗎，係嘛？即係譬如你講到話司法宣誓，佢嗰個具體嘅含義係點樣呢？點樣去依法宣誓呢？同埋佢如果唔依法宣誓，有啲咩後果呢？又點為之佢嗰個唔依法宣誓嗰個形式係點？咁我呢啲我覺得都係重點嚟嘅。不依法宣誓嘅後果，個條文本身冇嘅喎，咁點解釋呢？咁因為佢個要求咁嚴格，要求你係要依法宣誓啊嘛。如果你求咁而家你好似解釋而家咁又叫依法宣誓，一定係唔可以。咁你可以解釋點為之依法宣誓咯，但係不依法宣誓嘅後果呢，係條條文冇嘅喎，咁點解釋呢？咁香港嘅法例有嘅，但係喺呢度呢，如果能夠全面地有一個清楚嘅解釋，我覺得對香港未來呢係重要嘅，令到大家更有一個依循喺度。好，李柱銘覺得呢？其實呢，你頭先講嗰4樣嘢呢，最緊要就喺尾嗰度，就係話呢確立監誓人個權力。我頭先話啦，監誓人就係嗰個 clerk 嚟嘅啫嘛，個秘書嘅啫嘛，秘書長雖然好高人工嘅秘書長啦秘書長咁但係佢呢，將來就一定係共產黨員㗎啦。我同你賭筆都得，而家呢個唔知咁咧，其實就係咁樣，就等佢決定喎。你係咪真心係擁護喎？由佢決定喎。嗱，咁將來佢話我睇完之後，我覺得你唔係真心，咁你就做唔到議員㗎咯喎。咁陳美忠頭先話，都去到最收尾都係法庭，法庭咪跟住呢個解釋去咯。咁佢話法庭佢解釋嘅時候，佢會話嗱，如果你喺度玩嘢咧，就唔係真心啦，唔係真心咧就可以取消你嘅資格啦，咁咯。咁咪邊個取消資格啦？秘書長咯。你喺法庭都冇用㗎。嗱，其實而家法庭已經頭先我已經講咗啦嘛。你邊個唔宣誓呢？唔跟住呢個宣誓呢，就係已經取消你個任務就位㗎啦嘛。已經係嘛？已經喺度。如果你有仲要具體啲嘅得唔得呢？得，你咪用我哋個本地呢個立法。呢個呢就係叫做宣誓及聲明條例，咪修改咯。不過而家有一個怪嘅現象呢，就係正話講嘅就係而家宣誓咧由立法會秘書長去做監誓，咁而立法會秘書長佢話我冇權㗎，我唔可以話咩㗎，我只係睇住佢哋去監誓。咁而呢，我哋睇翻轉頭，其實喺立法會議員宣誓嘅時候，第一屆呢係由行政長官嘅因為佢係特區之首由佢去監誓嘅。咁本來呢，如果立法會主席都仲話合理啲，但係由個秘書長呢，我覺得呢個呢真係大家都覺得點解會咁樣呢？個秘書長點有呢個權力呢？咁所以如果呢個問題能夠明確落嚟解決得好啲，我諗係重要嘅。但係不依法宣誓嘅後果其實本地法例已經有㗎咯。有，但係如果能夠呢次釋法嘅時候更加全面地講清楚，我覺得係有好處嘅。咁咪即係解釋埋香港嘅法律咯，咪就係。因為呢個係基本法104條嘅要求，佢點樣？喺呢個內容裏邊就話點樣為之依法，點樣為之法？咁你每次釋法都係將嗰個有關嘅條文講翻佢個立法原意，講翻個要求點樣一回事。但係我就係話個原文冇講過。嗱，因為基本法個條文係原則性嘅，原則性嘅，所以你唔可以話佢個解釋嘅時候咧，就係一定係叫加啲新嘢落去，因為個條文只係定咗啲原則性嘅嘢。當佢釋法嘅時候，梗要佢更加要詳細一啲去講當陣時嘅立法原意係點，個要求應該係點。好啊，劉銳紹。講到立法原意呢，我係好有感觸嘅。雖然當時兩位都係草委喺體制內，不過我當時都喺北京，我亦都喺半個體制內。我當時亦都有參與其中一啲即係聽傳達啊等等嘅時候呢。當時有一句説話可以解釋今時今日嘅現狀啊！當時係港澳辦副主任李后同我講嘅佢就話起草基本法嘅時候，中央有一個精神叫做宜鬆不宜緊。點解呢？我話喂，好多法律有啲嘢清清楚楚寫得好嘅喎。佢話老鄧講嘅，佢話宜鬆不宜緊，主要係點啊？係如果發生有需要解釋嘅時候，留有較大嘅空間俾官方解釋。嗱，呢個就係原意啦。嗱，所以呢一句説話呢，
到今時今日，我諗佢哋係視為機密嚟嘅。咁你可能泄露國家機密㗎咯喎。佢冇將佢 classify 成為機密啊！咁所以嚟講咧，而家大家可以睇下，正因為咁樣啊，慢慢咧係利用到而家去解釋嘅時候，嗰陣時寫得鬆，而家佢就按佢嘅需要嚟去賦予佢新嘅含義啊嘛！呢個咪就係人治色彩咯。好啊，劉女士話人治色彩喎。我宋少莊係咪咁認？想解得翻咧，就104條咧，係咪有釋法嘅空間？咁啊，我覺得係有嘅。除咗依法宣誓之外啊，我舉例，就職時就需要釋法嘅，因為咧就宣誓係唔係就職嘅前提條件咧？因為可以就職之後再宣誓咧，呢個社會上有爭論嘅，包括條例裏邊係就職時係 OK 好係咪？係啦，咁樣咧再講呢個依法係咪先？依法咧就發生咩事咧？頭先話呢個釋法同影響本地條例嘅問題。咁本地條例咧就有兩種可能性，一個係符合基本法，一種不符合基本法嘅，係咪？咁而家見到邊條不符合咧？有冇？咁樣咧就譬如話咧，佢唔清楚，需要解釋清楚。唔清楚都有咩唔清楚咧？而家本地法例，譬如話本地條例咧就唔清楚，譬如話立法會條例第13條就係話咧，刊憲之後過幾日。你唔反對做議員就係議員啦，然後出糧啦。咁樣呢個係咪未宣誓都可以就職咧？咁樣呢個需要解釋清楚㗎。呢啲喺本地咪可以處理咯。咁樣本地係咪而家處理得好好咧？係嘛？如果處理得唔好咧，係咪需要修改咧？我想問下宋少莊，咁例如就住頭先講嗰個消息指嘅法律框架第3、第4項咧，不依法宣誓嘅後果同監誓人嘅權力，呢啲喺原本104條都冇㗎噃。嗱咁樣呢個係我學法律嘅，咁樣法律咧就依法係咁樣，憲法通常咧就會從正面嚟闡述嘅，咁樣咧就不依法嘅後果咧好多時咧就唔講嘅，咁樣如果需要嘅時候先講嘅。呢個我引用你嘅同事啊，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北大法學院教授陳端雄話：釋法不是重新立法，不創設新嘅法律規範。依法同埋不依法，即係好似任命同埋不任命，呢個係一對嘢。咁你呢個不宣誓嘅後果咪新嘅規範咯？嗱，呢個咧就法律嘅尊嚴就係依法，你唔依法咧一定有一個承擔嘅後果嘛。呢個係必然嘅邏輯。法例咪有咯。嗱，呢個咧就好多嘅國家嘅法律就咁樣規定嘅。譬如話咧就基本法都係規定咗任命權，但係冇規定不任命權，但係係咪唔可以咧？好，李柱銘簡單。呢度104話明係依法宣誓，嗰個法就一定係本地法㗎啦。咁本地已經有法律啦，清清楚楚，唔清楚咪修改咯。所以佢而家其實咁樣做呢，係一方面呢，就將個法庭個權攞走咗。最重要嗰啲嘢，佢同你判咗先，寫咗落嚟先，以後你跟住判啦啊！立法權都攞埋，即係你啲敏感嘅嘢呢，你唔使立法㗎，佢同你搞埋。行政權就不嬲都攞咗啦，西環已經喺度執政啦，係咪？咁啊即係行政、立法、司法嗰啲做埋㗎啦。呢個一國兩制呢，就係咁㗎啦，而家。好，唔該李柱銘，我哋交俾台下先，先交俾同學發言好唔好啊？我哋請陳樹渠紀念中學嘅同學，麻煩工作人員俾支咪呢位男同學先。大家好，大家好，我係陳樹渠紀念中學嘅中五學生。我今日嘅問題就係、以往嘅人大釋法都係由香港主動提出嘅，咁今次人大唔係每次都係嘅。咁今次人大主動釋法會唔會影響到一國兩制呢？多謝。可唔可以重複多一次啊？你個問題聽唔到。以往人大釋法都係由香港主動提出，咁今次人大主動釋法會唔會影響到一國兩制呢？好，今次其實係第2次啊！人大主動釋法係咪另外隔離嗰位女同學都想發言？我想問嘅問題係喺人大未喺本港嘅法院之前釋法呢，判決之前主動提出釋法呢，係咪會間接影響到法院嘅裁判呢？咁係咪會削弱到本港嘅司法制度嘅權力同埋獨立性呢？多謝。好，跟住我交俾聖士提反書院嘅同學。係。咁我想問下之前喺黃毓民宣誓嗰陣時，佢都講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嗰陣時 cut， 咁但係點解而家遊梁事件，佢又
佢又唔俾佢哋宣誓呢？因為佢淨係講咗2個字，點解又唔可以宣誓呢？我唔明喎，仲要釋法喎而家。好，同學有啲疑問啊。好，我到呢個保衛香港運動嘅傅振中。今次釋法咧係刮咗香港嘅司法機構同埋監管機構一巴嘅，因為過往佢哋搞港獨咧，執法部門都唔可以用個香港法例過佢哋，就算喺違法佔中啊，拉咗嗰啲犯罪分子上法庭，啲法官都輕判，其實令到我哋香港人非常之憤怒。而國家見到而家有人搞分裂國家，提出港獨，而我哋嘅執法部門亦都冇去執法。咁其實而家人大釋法，只不過係將中國國家睇到嘅香港問題，再一次話翻晒俾我哋香港人聽，要去處理。好，亦都係警告香港嘅司法機構同埋執法部門要嚴正執法啦。哇！警告喎，咁嚴重啊！好，跟住好交俾維園衝鋒。大家好，我係維園衝鋒嘅大陸專啊。嗰個人大釋法即係釋基本法咧，喺北京係黑箱作業啦。梁振英啊放聲氣話被褫奪咗個議席咧就會懸空，即係話咧基本法產生之前，香港行之有數嘅法律咧，而家人大咧就去釋法啦，仲唔係摧毀香港呢一仔？多謝大家。好，唔該，我哋休息一陣，翻嚟咧繼續台下發言啦。歡迎翻嚟最後一節城市論壇咧，繼續交俾台下發言，交俾前面着黑色衫呢位女士。主持同埋台上嘅嘉賓，你哋好。咁就住頭先講嘅釋法空間問題呢，其實喺香港已經有一個清晰嘅條文去講緊去點樣去進行呢個宣誓。我哋香港本地有宣誓及聲明條例，啱啱好似頭先譚耀宗先生講話，要由中央去全面咁樣解釋一次俾我哋香港人聽，其實就係將中央政治嘅意思放喺我哋香港嘅司法制度身上。另外，由邊一個去釋法，亦都係一個需要討論嘅議題。基本法第158條寫明，釋法係由終審法院去向中央人民政府提請。但係我哋而家呢個釋法就係將政治嘅行動凌駕喺法庭嘅權利身上。我哋唔係講緊話呢個宣誓或者我哋大家口中講嘅港獨問題，但係我哋點解唔俾法庭獨立去做呢個判決先呢？好，唔該，交俾隔離戴帽呢位先生。係人大釋法呢個權力呢係基本法第158條賦予嘅，係香港法治嘅一部分，唔可以講釋法破壞法治，因為前4次釋法都冇破壞香港法治啊嘛。港獨泛濫勢必影響議會運作，破壞社會穩定，更加危害國家安全。正視呢個問題，如果唔正視呢個問題，將永無寧日。游梁嘅行為已經違反憲法、基本法同埋香港法例，咁呢就中央而家主動釋法，呢個係非常及時同埋非常必要。好，唔該，好，跟住咧交俾戴帽呢位女士。利用今次梁游假獨立呢個議題啊，係冇經過基本法啦，附例3喺冇經過基本法附例3啊，就將呢個內地嘅法律啊，套用喺我哋香港嘅呢個缺口啊！你哋呢咁嘅，真係好可恥啊！我哋香港最珍貴嘅就係法治、三權分立，就係俾你哋呢啲咁嘅人啊，搞到乜都冇啊！好，唔該晒，交俾前面戴眼鏡呢位先生。曾卓文呼籲向國際機構投訴人大釋法3違反：第一，違反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25、26條，任何人不應因其政治見解而受到歧視；第二，違反中英聯合聲明，香港司法獨立有終審權；第三，違反基本法158條規定，人大釋法要由終審庭提出。中國實行大陸法，香港實行普通法，人大並非司法機構，焉能解釋香港嘅基本法呢？好，唔該，跟住交俾後面戴眼鏡呢位先生。係，我想講一講咧基本法基本係咪我呢度啊？係基本法第158條咧修訂同埋呢個解釋基本法嘅時候咧，人大係需要諮詢香港區嘅基本法委員會嘅。係有嘅。咁但係個問題就係話譚慧珠早2日上去嘅時候都仲未話唔知個內容係乜嘢。咁樣佢可能知道唔講啫。嗱，個問題就係咁樣啦。咁有冇尊重到香港人呢？同埋呢個基本法委員會其實5年需要換屆一次嘅。咁但係我哋香港人知唔知道幾時換咗屆？
其實佢哋有冇咁嘅權嘅咧？同埋諮詢一啲冇民意基礎嘅人，其實我尊唔尊重翻我哋香港咧？其實我希望捍衛真正嘅一國兩制，反對粗暴釋法。好，唔該，跟住搭綠色衫呢位年輕朋友。主持你好，各位嘉賓你哋好。反對釋法嘅會被視為不忠，支持釋法嘅南位張老先生日理萬機，仲要話香港嘅事廢心，會被視為不孝。今次無論支唔支持釋法，香港人在所難免都會落入一個不忠不孝嘅境地裏邊。其實好多人一早已經預示到今日嘅釋法，所以我早喺2個星期之前已經建議郭榮鏗動議 DQ 梁游兩位，無奈佢冇聽我哋嘅意見，導致今日嘅局面。仲有今日最理想嘅辦法只有一個，就係梁游自動辭職。但係呢2個人仲靠唔靠得住呢？好，唔該，跟住咧係公民黨陳宇明。公民黨陳宇明，我想講一個好簡單嘅邏輯，就係我想問下譚耀宗，其實你對基本法第104條其實係咪唔理解，需要人哋解釋嘅咧？因為嘅要求，咁但係現實上而家有啲問題譚耀宗你都需要進一步去澄清。即係你都認同其實喺香港嘅司法體系可以處理到，即係唔需要釋法咯。唔係咁講，雖然咧政府話係咁嘅，即係話司法體系裏邊都可以解決啦咁。但係我諗喺人大常委裏邊嗰個角度咧，佢有唔同嘅睇法。佢覺得有啲問題係需要進一步嘅澄清對香港社會穩定有利，對於咧壓抑嗰個港獨嗰度有利。咁所以你話係咪政治需要咧？咁呢個都喺政治上有需要。加上你睇到啦，法治唔係嗱，你呢個咧又將嗰啲事情咧係偷換咗啲概念嚇，將佢咧亂嚟一通嚇，所以咧我覺得就係喺嗰個特別係唔係我講㗎嗱，我引用翻即係大公報嘅社評啊，大公報就話本港司法系統係奉行普通法嘅，判決結果是否不符合政治大原則不在考慮之列。咁就話即係擔心，如果今次咧係法院咧必然會依法辦事喎。咁啊，如果人大主動釋法咧，香港嘅司法系統咧應該係覺得應該係人大係幫咗個大忙添咁樣喎。咁仲唔係因為為咗政治而犧牲依法辦事？如果根據大公報嘅社評，我唔係話政治犧牲佢，而係我話咧，而家你睇到香港所出現嘅情況嚇，港獨呢個問題咁嚴重嘅話，亦都引起咗內地13億人民嘅關注。咁呢啲咪就係政治需要咯。另外咧，亦都睇到全球華人嗰個反應呢啲都係啲政治嘅問題。咁所以呢，我覺得人大常委因應呢啲情況去作出呢個釋法，我覺得係合情合理、適合嘅。港獨係一個藉口，香港人真係講港獨立係口講咁個講啊，嗰把口講獨立。我唔完全唔覺得香港有呢個實力搞獨立，係咪？佢哋講啫嘛。如果你搞獨立咧，有乜理由入去呢個議會裏邊啊？你應該推翻呢個議會啊嘛，推翻個政府啊嘛。所以呢班所謂港獨嘅人咧，把口講嘅咋，佢唔係真係。不過咧，中共就攞咗呢個做藉口啦。嗱，就將咧呢個責任交晒俾呢2個年青嘅議員身上邊啦。咁咧就因為話港獨喎，嗱，譚耀宗話港獨喎好緊要啊嘛，係咪？國家嘅生存嘅問題啊嘛，大是大非啊嘛，咁咧就將呢啲個審判權咧，喺呢啲案件嘅審判權咧就唔要俾法官判啦，因為其實梁愛詩講得好清楚㗎，佢話唔怕1萬啊，最怕萬一啊，就係驚啲法官唔識做啊，你真係判咗政府書嘅時候點搞啊咁？其實呢個問題咧喺起初158嘅時候咧，我哋已經係拗咗好清楚㗎啦，嗰陣時已經拗咗好耐㗎啦。魯平就咁同我講，佢話有啲案件呢個法院判錯咗點啊？咁我話上訴咯，佢再上訴都錯點啊？我話你咪修改咯，你可以修改法律㗎嘛。而家嘅法律係好清楚㗎。如果任何議員啊，你選到都好啦。如果你拒絕或者忽略作呢啲宣誓咧，就可以因為就可以取消你嘅任務㗎，取消你嘅資格㗎。咁已經而家就係而家法庭審就審呢啲啫嘛。睇下呢2個後生嘅議員所作所為係咪已經構成咗話拒絕或者忽略作呢個宣誓咧？如果我係，咁咪冇咗個資格咯。點解唔係法庭判咧？係啦，即係其實本地嘅宣誓及聲明條例都有議員
因為宣誓未完成，可能會取消資格呢個問題已經係清晰咁講咗。不過咧，我想指出一點咧，最後都係法庭嘅判嘅，最後高院咧都會作出個裁決嘅。係當然啊，高院都會裁決啦。咁所以咧，但係高院可能會根據釋法嘅決定去再。當然啦，因為呢個咧人大常委嗰個釋法係有一個約束力喺度嘅。好，我想問兩位其他嘉賓，就係我想問一問有啲説法就話今次釋法係代表中央覺得特區政府處理唔到港獨問題，係咪有啲咁嘅跡象睇到咧？阿劉銳紹，我難以代表中央去講嘢，因為我亦都唔知佢點諗。但係從個客觀效果嚟睇咧，大家可以睇到而家國內對香港政策總體係收緊，而且係越嚟越緊。尤其是喺政治問題上邊，點解呢？大家可以睇到啊，其實而家習近平上台之後呢，佢係希望各方面都嚟一個總集權。咁所以六中全會裏邊強調嘅核心，佢喺香港問題上邊呢，其實未必係關注咁多。但係如果有一點佢認為係觸動到佢哋嘅利益嘅話呢，而家所謂嘅港獨，咁於是呢，佢就會喺呢一點上邊呢係不斷向下壓，而壓港獨，佢哋嘅目標好清晰，但係與此同時係將其他兩制嘅空間，而家係講到明，譬如話三權分立啊、司法獨立啊等等咧，佢話俾你聽，基本上唔存在嘅。我想問一句咧，就係有份開會嘅基本法委員會劉乃強就話啦，中央俾咗香港好多次機會同時間處理港獨，但係遲遲未能做好，最終導致釋法。係咪咁樣啊？阿宋少莊認唔認同阿劉乃強咁講？呢個係有部分事實嘅證據嘅。係咪？因為港督唔係琴日，係咪？可能係幾個月之前就成立嗰啲民族黨啊嗰啲，然後喺補選嘅時候或者換屆嘅時候咧，都有嗰啲港獨嘅口號提出嚟，有嗰啲行為提出嚟，要滲透到學校進行港獨嘅宣傳，要嗰啲後生仔咧，所謂接力係啦。係咪中央都不滿即係特區政府處理港獨不力咁樣咧？呢個咧就我唔知啊，因為我唔能夠話中央政府點樣睇。不過咧，只能夠講個香港發生嘅事實係嘛。如果問題咧就本地都可以解決得到咧，就唔需要中央釋法嘅。但係我哋都要明白呢個釋法嘅條文咧，104條嘅。104條咧就係涉及中央同香港特區關係嘅事務嚟嘅。呢度我想好簡單補充一句，而家出現嘅所謂港獨咧，問題有呢種思潮存在，關鍵亦都要睇下官方點處理。大家如果你睇下台獨一出現嘅時候嚟講咧，國內喺嗰方面咧基本上係好，我盯住你睇下點樣。所以長期以嚟咧，台獨喺台灣嘅任何調查裏邊啊，大致上係佔10%到嘅啫。但係江澤民一搞個反分裂國家法之後，佢哋嗰邊支持台獨或者唔反對台獨嘅，加埋有30%。好，唔該晒。當呢一個嘅內容，江澤民呢一點慢慢淡化嘅時候咧，嗰邊支持台獨嘅比例又下降嘅。好，所以呢個就係關鍵點處理。係遞至成上壇，我哋繼續講下釋法嘅問題。咁有報道咧就講咗啲消息喎，就係釋法嘅框架，就話今次釋法咧會界定何謂依法宣誓，列出被視為不依法宣誓嘅具體表現。列明不依法宣誓嘅後果，例如喪失議員資格同埋確立監誓人嘅權力。我哋而家呢一個環節討論下呢個釋法嘅框架。我想先問下即係譚耀宗啊，有啲法律界嘅人士都話其實睇唔到104條裡面有啲咩釋法嘅空間㗎喎嚇。有啲人仲擔心會唔會可能釋法會解釋埋香港嘅法律咧？呢啲有冇咁嘅可能？你擔唔擔心？因為喺104條裏邊咧係個要求咧係好嚴格緊嘅。就要求係即係佢就職嘅時候就有需要做呢依法去進行呢個宣誓。但係我哋如果發覺咧我都講過，過去嗰兩屆咧都出現咗啲問題，今屆更加離譜。法庭根本冇得審問，你去到佢嗰度咧，佢唯有跟住佢解釋咁嚟判㗎嘛。咁所以咧已經係解決咗啲問題。其實就我認為好唔掂㗎，或者一陣有時候再講啦。我想問下兩位即係就住釋法嘅時機嘅問題，即係例如明報嘅社評都會話，其實頭先好似李柱銘提到確認書嗰件事啦。明報社評就認為，其實喺立法會選舉提名前釋法咧，比起而家釋法咧係更加恰當添。即係而家咧係喺不對嘅時間做對的事，政治上都係失著。認唔認同咧？譚耀宗其實係咪如果真係要主動釋法嘅話，係咪早啲釋就好過而家喺司法覆核當中釋法咧？因為釋法呢個問題咧，喺香港嘅社會咧，
都有唔同嘅意見特別法律界嗰度有唔同嘅睇法。咁你喺邊個時候去釋法呢？可能都有人有唔同嘅睇法。但係我覺得呢，而家人大常委做緊呢個工作呢，我覺得係合適嘅。而且呢，你亦都睇到呢嗰個影響呢係好嚴重嘅。合適嘅時機合唔合適呢？我諗時機係合適嘅，都合適嘅，因為你睇到呢，而家事實上呢，港獨呢個咁嘅衝擊呢，我諗係越嚟越明顯，亦都有啲人呢喺個立法會想利用立法會呢個平台去推動港獨嘅言行。咁所以我哋要撐呢個釋法我哋要反港獨。如果我哋而家呢再喺度反對釋法嘅話，其實我哋某種程度你等於你喺度包庇緊港獨，助長咗港獨，呢個係好危險嘅大家要好小心。港獨對於我哋真係百害明白嘅，譚耀宗今日唔係講港獨我想問下另外兩位嘉賓，即係對釋法嘅時機點樣睇咧？例如劉銳紹。好，釋法時機係視乎政治需要。如果佢覺得政治有需要嘅時候嚟講呢，佢唔一定等人大常委會開會嘅。即使係要程序上經過人大常委會，佢嘅做法上面同樣係可以透過常委會嘅特別會議，一樣可以做嘅。書面傳閱得唔得呢？所以呢，嗰個時機係佢掌握嘅。佢點判斷準唔準確呢？佢有佢自己嘅一套諗法。但係公眾亦都有公眾嘅一套諗法，所以我覺得佢而家嗰個唔係因應嗰個時機啱唔啱，而係因應佢有冇需要，佢認為有需要做。好啦，講翻今次嗰個釋法。咁首先咧，我覺得咧，大家一定要睇成件咁複雜嘅事，要用條塊分割法，一條一塊分開佢。喺呢一點上邊係邊個道理多啲，邊個道理少啲咁樣。嗱，千祈唔好只重一點只重一點係解決唔到問題嘅。正因為咁嘅時候，係啦，正因為咁嘅時候咧，我諗第一樣嘢咧就係佢哋兩位議員所做嘅嘢咧，的確係受之以病。所以咧，我為咗清楚啲，我整咗一個民族自辱。咁呢個咧係我會係嚴厲批評嘅。但係官方係點咧？官方係呢個借勢而誓，即係借宣誓嚟責備而誓。嗱，呢一樣嘢呢，我覺得兩者都有自己檢討嘅需要。點解呢？如果官方而家呢一個咁樣嘅做法，係透過法律而達至佢嘅政治意圖，而唔理我可能佢去捉一啲所謂佢要捉嘅鬼，跟住成間屋都拆爛晒。喂，呢一啲呢係中國政治上邊經常會出現嘅問題。咁如果係咁呢，法律就成為咗一個政治目的嘅包裝啦。因為大家可以睇到佢今次呢係順帶將好多兩制嘅空間話俾大家聽，唔存在㗎。我想問下劉銳紹其實2個星期之前呢都未傳出會釋法嘅，就算一啲即係好似譚慧珠咁樣，佢哋都話嗰個階段就冇見到話有釋法嘅需要。點解喺2個禮拜之後突然間個形勢急轉直下呢？同10月底嘅6中全會有冇關係呢？我覺得冇關係，因為點解呢？喺2位議員嗰種嘅宣誓風波開始嘅時候呢，我已經透過我自己嘅採訪同埋其他嘅渠道呢，我已經聽到當時國內已經有人建議係趁呢個時候嚟釋法，嗰陣時已經有消息出嚟啦。咁跟住呢，就係6中全會基本上係管國內主要嘅事務嘅。咁當然裏邊佢認為國家領土安全完整係黨要傾嘅嘢。咁但係6中全會主要係解決佢哋裏邊嘅問題，而釋法呢一樣嘢呢，係因應香港佢哋認為係發展到一個佢哋要出手咁嘅時候。呢度我順帶提一句嘅，喺個宣誓風波出咗嚟之後呢，其實你估有冇人希望兩邊努力劃船過啊？有，包括建制派嘅朋友都有。咁兩邊個意見呢，就未必話係兩邊嘅秘密嘅交易，唔係咁。但係突然間有時間可以詳細講講。而家問題呢，就係唔係有冇辦法解決嘅問題，而家係有冇善意去妥善解決問題。宋兆莊。我冇諗到咁複雜啊，係啊。咁樣咧就其實事情就係好簡單嘅。咁樣咧宣誓有個風波出嚟，跟住有一個司法覆核嘅案件，而家仲有幾個㗎，係咪？咁樣咧就
咁樣咧就人大常委會嘅釋法咧，無非係個時機啊，一個係判決之前，一個係判決之後嘅啫，係嘛？咁樣呢個衡量嗰啲利弊咧，就又好清楚嘅。咁樣咧就人大常委釋法咧就唔係判決嘅，即係對適用嘅法律界定清楚。咁樣呢個等法官有法可依，係嘛？咁樣咧就大家可以諗諗，到底係判決之前釋好咧，又話判決之後釋好咧？我覺得係之前係好嘅喎，好多人認為咧就判決之後釋法先好喎。咁樣呢個係好似唔係咁通嘅，兩者相比較，如果有得選擇，係之前釋法係好啲嘅。但係而家係咪即係為咗政治嘅原則而犧牲咗法治嘅程序咧？嗱，呢個程序佢依足嗰個香港基本法158條嘅程序嚟做嘅。當然咧就唔係學法律嘅人唔係好清楚嘅。咁樣譬如話咧，有啲人誤解咗，應該係委員長提出嚟嘅，其實係委員長會議提出嚟嘅。係呢個都呢啲細節唔緊要，但係咪為咗政治需要咧？嗱，咁樣咧就其實咧就從嗰個事情發生到釋法咧就有一段時間嘅。咁樣大家可以睇睇咧，因為香港嗰個現有嘅體制咧就冇辦法糾正到或者解決到呢個問題，先需要人大常委釋法嘅。就譬如話咧，就係立法會可唔可以解決到呢個問題咧？主席應該有辦法解決到問題。譬如話咧，就政府可唔可以解決到問題咧？其實都可以喎。行政長官可以向立法會提出動議，要議員表決都可以解決咗啦。例如特區政府都提出其實今次係可以喺香港嘅司法體系裏面解決啦嚇。唔知兩位草委認唔認同？譚耀宗係政府曾經係咁樣提過，但係我覺得咧。人大常委佢睇到香港發生嘅事情，佢覺得呢個時候要就基本法，特別係104條要作出澄清嘅話，咁我覺得呢個係好嘅。而且我哋呢覺得呢基本法104條係一個好重要嘅好莊嚴